继续关心中央航空劳资纠纷。这劳资争议，技师已经摕到合法的罢工权，即马嘛提出2段罢工的警戒期。因讲头一个时间是旧历过年即卡刀，第二是3月底到4月初清明连假即个时阵。但是协商无成，无排除伫即2个时间点发起罢工。民航局是呼吁劳资双方爱考虑旅客权益，赶紧找出共识。甲资方头一届调解无成，通市技师职业工会25召开理事会，宣布协商若持续无共识，无排除伫2段罢工警戒区段发动罢工。第一阶段是2月初7为路前2天，到2月18，也就是正月初9。第二阶段是3月底到4月初7，期间包括清明连假。若真正罢工，会伫24点钟内，伫技师工会官方网站公开行动的信息。最近就会开始做罢工的演练。我们也持续的会发动2到3次的这个罢工演练，目的就是希望我的会员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能够配合工会的指令。罢工行动真有可能会发生。民航局声明，工会已经公布警戒区段，要求中央航空公司爱好好处理，赶紧停补应变配套的计划。另外要求桃园机场公司甲国内相关的航站做因应准备。嘛，搁一届呼吁劳资双方爱积极寻求共识，互这个事件圆满结束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这一天嘛亲身召开内部会议来应应，初步掌握中央应变计划。1月31号会继续来做相关的一个协商，要求这个长荣公司因为相关的一个罢工什么时候开始，罢工的时间多久或者是多少人参与等等的，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情境。同意在罢工期间支援的飞行员，那目前回函的数目已经是大概有800人，那有些没有回复的，他们跟我说的是，他们觉得他也不需要回函，反正公司怎么排班他就怎么飞。中央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表示，工会是陆建公司研究飞行员留在的奖励，不过反对使用罢工的手段。目前掌握愿意执行的人数是比罢工的人数较多。若真正罢工，伫大月期间旅游团人多，航班签转无遐尼简单。观光署嘛接到旅游业者反映，希望政府会当下部门联络，研究罢工的预告期。尤其是组团那么他要散置高资的时间，可能这种准备期确实是短了一点。一方面我尊重现行的法律规定，二方面我们也觉得这应该可以适度调整。过去经过3届航空业的罢工，劳动部表示，因为咱国对争议事件的调解，甲发动罢工的条件是真悬。虽然交通部甲旅游业者期待会有预告期来降低冲击，不过劳团认为讲，安尼限缩劳工的权利，几啊届的座谈拢无法度有共识，会持续收集各界无同款的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